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大会。俺俩系到种法嘅重病工业体嘅回顺，乡亲朋友看到两边嘅回风真紧动态，用富滚哦。也看到两个回顺呢，都有采咧贵派嘅风力发电机组。冇错，有俩大部嘅风力动强，所以也当时效率发展所谓嘅再生能源咯。中华人政府呢，叫完全到外汇，喊卡位嘅喊卡人嘅位数，我哋规划贵派嘅俩个风力发电机组，就算系离岸嘅风场。这个规划嘅范围开发案嘅面积互相安排哦，同时咧，也系当好嘅政策，做得好好咧发展再生能源。不过，大大到会面红就安排嘅开发案，对生态也好，对两片冲气，而是作恶咧落实嘅五面也好，大大为产生内都有影响到冲击咯。今日全民大会系呢度嚟种法，特别筹到咧种法人种为民股，还有专家学者，还有财体嘅五面乡亲朋友，会强下咧关心讨论了解议题。你底下就去到会会讨论嘅现场。好，欢迎大家嚟下呢度开会讨论嘅现场哦。杨皮为大家十个里边，条里边嘅少嘅系中华人嘅人种魏明谷，魏人种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魏明谷。分享抢错。条里边嘅少嘅系惠中大学体科所嘅教授李昭兴李教授好。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学教授李昭兴。分享教授抢错。喺下呢度嚟录讲少嘅系录讲前嘅前总黄镇长你好。全国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化高都鹿港镇的镇长吴正安。欢迎镇长。也欢迎现场嘅乡亲朋友到你强下关心了解议题。你了下台湾嘅发展结构啊，大部分我们看到将近来到80%还是依靠这种传统的火力发电。好比我们彰化的再往北一点的台中火力发电厂，它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火力发电厂。所以透过火力燃煤这种所以相对高耗能的这样子的一个发电方式，是我们台湾现在所有发电结构占了最大比例的。那第二个就是现在讲到人人都会有点闻核色变的这个核能，也占了13.5%这样子的发电结构，所以它排第二。那再来看到呢，就是现在非常夯的这个再生能源，也是中央政府到地方都希望齐心一致，可以把这个再生能源比例拉高。现在只占了，你看全部100个比例里面只占了5.1%，是很低的。那水利就更低的。所以透过按用管道，你个发电结构太部分，它系是按用改传统改。相对高耗能、高污染，然后对这个环境负担是相对比较高的这种发电结构。所以今日你主要讨论讲，冇想到你对到俩种法提起，种法又流体也又回顺，那个回用洪改能力系咩自然条件做得转稳变做所谓嘅再生能源类好好发展咯。对球富协家人为好好利用再生能源，除了供电还有风电，开发了流体红嘅风电了后，行业界团为3万向回面红类发展。全球20台主要离岸风场18个就到推翻会协，经济部能源局去年推动了离岸风电企业开发政策，目标系2030年回面红嘅风机发电量会达到160亿度天。相当于我们目前3个核能机组就是核1、核2、核3。核能机组一年发电量400亿度的40%。离岸风机离开园区，风机产生嘅电能会透过回带天然线穿转到流体红嘅变电所，唔会产生其他污染，系未来为发展嘅重要再生能源。所以能源局也公告了全台湾36个闪力风场，其中21个就到中华外汇，也喺全国60行家。人政府老六天群众系发展重点，当秋见到国内外从上签订合作批望刘政委，今年8月喺移到建国学习，为了解回面后风冲界建立基础，希望到10年之内为完成维回以前推客家风机界建设。我们每个风场这种面积每一个风场面积将近有100平方公里，就是1万公顷。所以21个风场它的总面积就是我们彰化县的2倍大，
预计我们大概应该可以达到1000只。海域它因为不受地形的限制，所以你比较能够做区域型的规划。那它的规模呢，就比较容易从10只、20只，可能甚至变成说60只、70只，甚至100只。那这个在欧洲目前的市场来看，就是非常常见。一下台湾离岸风机强度苗栗小龙梅回界两处示范机组，到新一步能源金量下，为了西部回顺可能都系风机，中华两个丰田布局可能系接天机，变做全台湾第一个能源自主燃气嘅关键。看到跳下样片又少改，了解做法，冇想到系全台湾极度毁灭红了解。凤冲改条件很提好的哈，从经济部能源局，他评估全台湾的这样的海洋条件来讲，哪里是最适合发展这个离岸风机的场所？他总共透过学者专家去探勘研究，抓出了36个整个西部海岸哦，有那么多的风场可以选择。可是36个风场当中呢，你改种法就卡泰的你是不是改将近占了60%，然后这么大的一个量，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镜头往外推到外海，你种法改回啊，那个台回又安台改力量，看到哦，这个21个风场，其实在这边，你看它规划出来，现在是有很多的外商，这些风电大国都抢着要在这边插旗，准备要来好好发展这个离岸风电。一个风场平均大概我们讲大约了哈，大概是1万公顷，所以呢。21个风场在我们的彰化外海就有21万公顷呢。我们彰化县全彰化的土地陆域面积也不过才10万多公顷，所以比我们整个全彰化县这个面积幅员都还要广阔的这个海上的战场，是未来发展离岸风电这个所谓再生能源一个很好的契机。魏县长。原来我们过去在彰化哈，我们只看到这所谓的县境内就陆地上的这个发展的未来，没有想到我们的外海这一块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的动能，细说起来是全国之最呢。彰化县的外海是全台湾海域最浅的，那是经过浊水溪1亿年这样的一个沉积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彰化县的外海60公里的外海，在澎湖的北边。海深不到50公尺，刚好这些面积刚好是2300平方公里，是我们彰化县陆地的2.3倍大。是，那我们能源局规划台湾有36个这个优良的风场，彰化县占了21个。那其实我们的风场都很大，我们风场是占60%，但是我们的面积是占70%。它之所以说风场的条件好，是就像您刚刚讲的，它的海床比较高，那风机若打下去不会花那么多的成本。对，还有海风强不强嘞？对，我们的海床比较浅，所以成本比较低。是。那你看我们现在是有风啊，都有风啊。那我们彰化县的风是平均是1秒9公尺，好，就很适合发展这个。离岸的风力发电，不仅我们是在岸路上的，我们也是全国最高的最大的一个这个风力发电的来源。好，非常感谢冉总哈，就是因为讲两片个自然条件安好，所以呢，跳下又讲到，你下无论是重用个能源桥到外送，提供政府呀什么去造送，所以你下又非常多个那个。外商准备在这边来发展离岸风电。简单说啦，就是总共有9个开发案，在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海面上，要争取来开发做离岸风电。有5大全球的这个风电大厂的厂商，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丹能风力，它是丹麦。全球最大的风电发展业者哈，它总共要开发4个风场。好，那我们再看到还有海鼎。它是上维跟香港还有麦格里这几个海外的公司所组成出来一个投资公司，然后他们也打算这个彰化外海呢要设立3个风场，还有海龙，这是新加坡的玉山能源，还有加拿大，它总共呢要开发2个风场，所以总共13个风场，我们看到要设立的在海面上的这个风机数有多少？500多、300多、180多。我们好奇，在海面上那么大的范围，装了那么多上千只的这个离岸风力机组，可以产生多少的电能来达到再生能源呢？看到，当然丹能风力是最强，有2G 加上1.9 吉瓦啦，这是吉瓦就是10亿瓦哦，听起来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所以全部加起来的装置容量可以来到5吉瓦。老师。李老师你好，我想请教5吉瓦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即马现在全世界的这款风机的发电一支
差不多是6个 mega 瓦，哦，就是差不多6000户人家可以用，哦，然后根据这个厂商哦，因为我们在审核所有这些20-30个这个案件了，这厂商都在告诉我们说哈，他说到2年以后，哦，这个6个 mega 瓦的，哦，6个100万瓦的这个风电量已经可以增加到9个 mega 瓦，因为这个技术变化很快，哦，所以未来呢会变成一种形式的，是讲哈，那个发电量无减少。但是风机会当减少，拄啊指出有咧讲，这样呢依照现在规划的5个 giga 瓦，哦，5个100万千瓦，哦，差不多是等于咱即马现在迄个核1、核2、核3，还要加核4，咱后边有一款力能发电，哦，咱唔免搁再买炭，唔免搁再去烧煤炭。煤炭尽量把它减少，哦，那我跟各位讲一下哦，我们现在刚刚主持人有讲到说哈，我们99.7%以上的这个能源啊，都是要进口的，啊，咱每年进口这个钱啊，咱就要用差不多2条的钱。2条的钱，嘿，去2兆的哦，2兆的这些高成本买这个能源，哦，所以呢。咱若在中华家，哦，咱若制造说20%出来，对不？就是表示讲，咱的2条得当减去20%，是啊，20%就已经有4000亿出来。是，谢谢李老师。这才是我们最重要。那魏县长，我想请教，你刚刚说我们的彰化外海条件这么好，我们也看到现在送到环保署在审的有很多的这种离岸风电的开发案。就您在县政府的掌握哈，在外商来讲，现在他们的投资意愿如何？然后是不是呈现一种很蓬勃？因为如果它风场真的好，全世界大家都看到，都要抢相来这边来做。那在这个整个投资环境的友善创造上，你又是什么样想法呢？全世界这个风力发电的发展的国家都已经前进到我们彰化县来，真的是现在在开发新的这个。风力发电的，大家都是来到我们彰化哈，这是我们彰化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能见度。那目前呢，有4个外商，2个本土商，是已经总投资要彰化县离岸的风场已经高达了1兆1920亿。哇，天文数字。那还有很多这个是海上的部分，那陆域的部分呢，其实陆陆续续还有一些。投资商都已经来到我们彰化，跟我们一些渔民渔翁地层下陷区的这些地主来接洽土地，而且也有跟国产署来接洽土地哦。那我们彰化县政府是抱着这种开放的心态哈，我们希望这些投资商来我们彰化来投资，希望他们能够跟当地的社区。跟渔民能够要密切的沟通来互动，关系要和谐。是，你下种法想要都每回都做了解会面风改离岸风机改发展。那我们知道海洋过去是谁在用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渔民。其实，在鹿港200-300年前开港到现在，彰化的传统渔业就已经是在这边的很长的历史。所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其实，在彰化地区来讲，沿岸的这个渔业从业人数现在就有3000多人哈。你先透过下部嘅样片来看，我然总记得讲，你下会好好发展离岸风田。不过离岸风田，然后你下到会面风，而是从来落实嘅5年，还有台提生态嘅环境，为产生来到木屯到冲屯哦，透过样片看过了后，再个继续来讨论。所以呢，天天的开出问的码头，总并供入去回顺嘅贵派风机系2W嘅提票，5面也困关咧。不过网地系讲风机实都记到中午嘅回复，未就马嘅影响。现在位置是我们要出海捕鱼的那个航道，要出海的航道。哦，像这边的有一支那个是等于是我们的路标啊，目前是建造在路上，听说以后要建在海上那个风电的话。对我们捕鱼来说是很大的困扰啊。为讲困扰，主要是因为种法嘅5面，传统还系用5苗来种嘅。大概有668条，大概是以礁华为主，大部分都是捕90%大概是油刺网跟那个一只钓，
少数一直掉。那有10%以上的大概是那个拖网渔业。我们拖网啊，从之前一开始我们它规定就是3海里外可拖网，3海里拖网就是违法嘛。我们3海里外你做定风机之后，我们要从河哪里去抓去捕鱼？回江乡有强水面，去年风景业者多种范围会种类滚前塔，就有几百条嘅黄笋去回面红保卫抗议。冲塔之前一定要来签合约，他根本不所有机会啊，就也没有来签就走了。政府要订定这个能源政策，每一次会议，包括一些环评，一些包括政策环评，好像都没有我们的份。我们也不了解说，到底目前政策要怎么推行？我们要对渔民来怎么说明？出庭5名审法，按大家回送奉冲，对生态嘅冲击，仲係拍回吞，還有釣魚嘅勝算，就會有乜嘅影響咯。这些離岸的風場遇到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問題，最明顯當然就是漁民。第二個就是白海豚的議題，我們在這裡有一個共同處理的方式。就係因為跳過冇做過，所以整體相關開發配套就變作更加重要。回面紅咧發展離岸風機有好處，不過直接會影響到嘅就係漁民直接影響的衝擊的就是漁民。我們想請現場的這個鄉親有的是漁會的代表，有的呢就是直接他們就是從事漁業捕魚的這些船長或者是漁民。漁民代表來跟我們說一下，現在彰化的其實大概捕魚的這個狀況，漁業的狀況是怎麼樣？我們請到現場，來到現場的李船長是嗎？李船長你好。大家好，我是彰化县的渔民。以鹿港来讲，我们沿海来讲现在渔获量还可以生活了，还差不多。所以我想要问，像如果说刚刚我们看到，将来在海面上矗立了这样50层楼高的这个风机，100只、200只，到最后希望可以满编到1000多只，那你们的渔船就是你的渔船开出去后面这是流刺网或者是拖网，所以直接是什么影响冲击？那不能拖网，也不能放流刺网了，就打到了嘛因为网会卡住那个柱子，100%会卡住，尤其夜间出门的话，一定会撞到那个柱子。如果下雨啦，或是有雾的时候一定会撞到。是，那我想问一下李船长当这件事情议题在发酵的时候，你们彼此之间渔民是怎么讨论？怎么看这个绿电这个风机要盖在海上？渔民的想法是这样：如果在我们彰化沿来盖这个风机的话，应该彰化县的渔民就可能无法生存了。第一，你们不能出去捕鱼；第二，那个范围被包起来，因为有干扰进不去，也抓不到鱼。原来全部都是插满的风机嘛。是。好，先谢谢李船长。记到冇辦法出門出回去種還沒記到憲法就會影響。那我要請教一下我們彰化漁會的總幹事陳總幹事，你好。剛剛漁民朋友跟我們講說，他其實直接衝擊就是他們的生計作業就是跟這個風機好像變成形成衝突。你整理到鄉親在這2-3年來，針對於地方上要在這個離岸設風力發電，大家會碰到的幾大面向的問題，可以說明一下嗎？一向我們漁會跟漁民都很支持政府的綠色能源，但是我們一個建設當然會影響到部分人的生計，所以說離岸風力直接就影響到我們的漁民，他全部的漁民可能因為我們彰化縣是那個沿近海漁業，所以說他們是流刺網，流刺網的部分它是整個網是超過2公里，是所以說風機與風機之間它才500-600公尺，所以說流刺網全部要轉型，全部要轉業。那轉型轉業的可能是樂觀的，還是困難？我們是認為很困難，尤其是說目前彰化漁港，彰化漁港現在只做10幾億，只做1/3。如果沒有辦法配合應維碼頭來做整個漁港的開發完成，那根本不可能讓漁民轉型，因為就沒有漁場可以去抓魚了。對，尤其彰化漁港是在我們鹿港這邊。漁民如果要轉型，他不可能跑到台中、跑到興達港，所以說彰化漁港，我們是漁民最盼望能夠把整體做一個開發完成，是這個部分。好，先謝謝總幹事。那我問縣長，我就要請教這個問題，就是當我們1000隻的風機真的架上去之後，我們彰化有600多艘、700的船，真的就沒有辦法進來捕魚了嗎？
这里是不能捕鱼的，因为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业者可以聘请这些渔民来巡逻保护他们的这个风机。所以你说渔船要转变性质，从渔船变成工具船、交通船。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风场以后变成是一个观光的风场，让这些渔民能够转业。将他们的渔船变成观光的渔船，那你这些游客去看这个风场，因为毕竟1000只一直都是50层楼的高度，这是很壮观的啊。过去也没看过对啊，是很壮观的。那请问那个转业是可以想象到的一种规划方式，但是实质要怎么做？是由外商来投资一个转业基金呢，还是县政府会要怎么样来辅导他们做转型？我们希望说，透过政府跟渔会大家来合作，那也希望透过立法，把这些风场变成是渔会的专用的观光的一个渔场，是好一个风场。听到这边，县长提出来一个听到的最直接的一个解决的相对应的配套，就是说我们现在渔船如果出去真的就会达到风场没有办法抓鱼的情况之下，那我们不会那么狭隘想象说渔船只能捕鱼，渔船可以来转换成将来这个风场一做下去是世世代代坐在这边那么大的一个运转量，可以把它做成工程船、交通船，甚至因为它的这个景观够壮观，往后可以发展到这个观光船。我不晓得在地的这个渔民朋友你们跟船都是好朋友啦会想象得到自己将来捕鱼为生的渔船可以变成工具船、交通船跟观光船吗？你们有想法吗？来，我是山西，我掠鱼掠偌久咯，我一世人拢去掠鱼，伊说若比5百块掠鱼啊，都骗500，迄个无你这船队老我接，老创去转，莫老迄落，无你迄个条一支，看要偌少补助命补助，这一半。这一半。你的渔船大概一条要多少钱？花2000多万。那这样捕鱼一年大概收入呢？收入好1000多万。好，谢谢这位大哥，你的意见听到，请坐。那我请教，刚刚县长提到说，其实渔船可以转型啊，可以有别的做法。那你听到你有什么问题想提问县长的？县长，你若讲要转型，你嘛伫咧讲你讲要怎做？你今仔要有一个配套措施啦，你配套措施你就要先讲，互阮渔民了解，不是讲你互你做观光啦，做啥物？这无。我想请问，现在的渔船要升级变成观光船，你们大概是需要什么帮忙？这就是咱的大家长，就是咱管长方面，咱的长官就是爱迄落啊。好，谢谢这位渔民大哥。那我们穿红色上衣的这位大哥。影响阮这渔民，阮是拖网，甲有的放流刺网较济。你看，阮若拖网落3里。当设风机很壮观，但是阮要行都袂行一啦。无法当去咧作业，根本就无。你要行到3海里外去，搁几10海里，阮逐工安加出入巷去。你说就越过这个离岸风场，再开去更远抓鱼，有可能吗？有可能，但是要花很久的时间。迄种的逐工出入，伊的燃料费甲个时间，你个危险度那么高，你500-600公尺，我们阵。咧蛇形雕塑咧走来走去，安尼袂，危险性提高，所以你馆长你咧讲，你讲遐济，你无先来甲阮渔民讲阮变沟通，先了解阮渔民的心声，你去阮的 case 趟济你阮嘛赞成这，但是你先甲阮沟通，是，阮就袂带你反对啦。好，我们听了很多渔民朋友表达意见我先请教一下渔会我们的理事长，我想请教你一些问题。其实同城渔民刚刚相信。朋友他们最担心就是他们的生计会被未来的路会被路断，所以他们想要知道后面的生存是怎么来。那现在提到对应方就让这个受损方得到补偿。第一个就是让这个渔船转型这个待会请你回应。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因为在国外的例子也有海上养殖，我们彰化我们鹿港这边海上养殖也相当发达，对我们彰化那么多可能3000多人的这个渔民朋友，在这个产业转型怎么样来配合，或者说你有什么想提问的呢？因为我们彰化这边的风浪很大，对，到东北季风那个浪很高啦，7-8米也有，将近10米也有。那是浪高3尺。用箱网不能养。还有那个刚才我们县长是他说要转型，对，但是他们那个风电公司他们都规定一艘船要他们的规格。要将近1亿元了。要设备升级就要1亿的成本。要他们的规格。我们这渔船都没有办法出去嘛，他们不做嘛，
都要做他们的规格，那一烧将近1亿啊，这个钱那渔民哪有？我现在我们政府应该要设法，跟渔民怎样沟通来买这个船，还是政府买给我们这些渔民？有的开船，有的做那个水手。是，谢谢理事长。所以，我们同整乡亲的意见哈，大概第一个就是需要有很明确具体内容的配套说明啊。第二个，相关的这个转型，除了口号之外，有没有可能再细致的讨论？李教授，我想请教，您刚刚也提到，其实这个离岸风电在其他的国外风电大厂都已经行之久远，人家开发可能都30年，而且也很具规模。他们有没有碰到这种在海上开发作业的时候，一定会冲撞到渔民生计的问题？一个风机甲风机中啊，至少是2公里，是间隔会远一点啦。嘿，这一定是2公里以上的所以渔船仍然可以穿梭期间去捕鱼吗？这会使袂使这也阁有在讨论因为阮甲即寡迄个投资公司，即寡迄个要来投资做风场的这公司讨论的结果因的解说是讲伊会当甲伊的风场内底围做一个叫做保护区，就是讲即款鱼入来，但是咧，你渔民会当住在外口，至少住在外口掠，这绝对无问题。等渔源一出来之后，船在周边抓，所以那个刚刚船长朋友讲，不用越过这个风场啦，在风场的周边也可以抓鱼。我甲大家一个解说因为我有在迄个海上做过40-50年研究的人阮拢足清楚的讲像阮有一个迄个种上简单的一个钻井石油平台，那去底下挖差不多超过1个月以上啊，遐就自然形成一个渔场。OK， 就是咱讲较简单的是叫做人工鱼礁。所以教授意思说，将来还是有机会有鱼源可以捕啦。鱼绝对袂少，颠倒会较侪这头一点第二点，我要甲大家解说，就是讲拄仔有小可在提起讲向往养殖无法度其实这毋是安尼解说这个问题是讲因为咱过去台湾咱也无迄个海上风场的经验所以即马有真侪大学，包括海洋大学，包括台湾大学，包括中山大学已经有开始咧研究讲向往养殖要安怎来做。在风机底下的箱网养殖是可行的啦，这是需要研究。就是讲同款这张图是唔对的。这是一个示意图啦，就是目前渔民会碰到直接问题，就是这个渔船会担心打到风架啦。伊迄风架下骹的风架是等于刚刚讲咱一个专油的那个平台。所以老师，我想请教，所以您的专业研究是说，这个风场设下去，第一，我们不会说不能捕鱼，或者是抓不到鱼，因为可以捕，可以穿梭其间，然后也抓得到鱼，因为下面可以变成一个鱼源产生的地方。不是，而且还可以就是讲在那个风架的下面是可以装这个箱网的养殖。对，同时就有一些经济收入。那个养殖就是起来，就是讲我在下骹饲鱼。我若拄到风影来的时阵，我的箱网会当放落去，这也阁有在研究啦。好，我们先说明到这边，慢慢来。不要误导我们的渔民。来，总干事，请你站起来回应。刚才那个李教授所讲的这个图虽然不对，但是我们流刺网在放流刺网的时候，我们不是点出控制呢，叫它走哪个方向就固定走哪个方向，没有那么好控制。所以说，你跟风机与风机之间2公里，根本不可能2公里嘛。我们流刺网一张就是2公里。那我请教总干事，那要怎么捕鱼？有没有可能在风场之外，等到鱼源溢散出来，在旁边也抓得到鱼，甚至很轻松？所以说都要改变他们的捕鱼形态。捕鱼形态就是要变成说一支钓。对嘛，就不要用网了。但是阮所有中华沿海阮是拖流刺网跟拖网拖关系啊。你时间要叫人去钓鱼用钓的因袂习惯啊，要安怎叫人去钓，对吧？是这个问题，我先请教我们县长2大问题啦。第一个，渔民的
依赖的捕鱼方式已经很久了，那你现在要让人家转，要让人家改，一定要有技术上的辅导。刚刚大家讲了，其实渔民技术可以学，但是他们要知道具体的辅导的方式是什么。那这是第一个，就针对还是继续延续捕鱼的这个作业，怎么样让它继续延续下去？有可能的话，搭配学者的研究。第二个，假设我们真的转行不要捕鱼了，你要做成交通船、工具船、观光船，可是也只是听到想这么做，可以这么做，但是实际怎么做？显然是希望更进一步的说明。我们请县长回应。这个离岸风力发电的政策啊，绿能的政策是中央的政策。好，那不管是海上的风场啊，环评也是中央环保署的。那渔业的补偿也是渔业署来主导的哈。那我们彰化县政府啊，其实在这个角色来讲，我们只是一个同意函的一个核发，所以我们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是我们只是会站在渔民的立场，是产业也要顾，风电也要发展。既然是中央的政策，当然我们地方政府来配合。那渔民的损失如何转型，如何保障渔民的权益，是我们地方政府一定会跟渔会、跟渔民站在一起的。当然，我们地方政府也希望说，这个税是缴到我们地方的。对，我们希望说地方政府不能说，你总公司放在台北市，那你开发我们的资源，可是你没有来我们缴税，这是不对的。所以很多的外商他们也认为说，对。公司本来就是来这里开发，当然税就是要缴到这个当地的政府哈。是，所以渔民的转型渔业的补偿，我们彰化县政府跟渔民是站在一起的，我们会努力跟他们争取。所以想办法，中央要找钱，外商这边投资商、开发商也要找钱来帮忙协助转型。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VCR 影片介绍，只是在前2年，只是在海上先装一个测试的测风塔，就引起了上百艘的渔船去包围。他们主要抗议有2点：第一个，没有说明清楚，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做，会不会影响到我什么；第二个呢，就是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真正可以顺利转型。我想请问因为从彰化县政府的立场也是希望帮这些来准备要做离岸风电的这些外国厂商来创造一个良善友善的投资环境。那外商在跟我们当地渔民，你也不希望看到产生一种冲突的立场，有没有可能是怎么样来协助双方可以在这个渔民的转型上给予更有力的帮助呢？除了这个渔业的补偿以外，因为渔业署会订定补偿的一个基准那补偿以外，希望在这个转型比如说可以说用观光的渔船或者是运尾码头由他们来经营整个这个渔船在这个观光客这个风场变成观光的风场，这些领域都能够专属给渔会来经营。你一直提到这个彰化的这个渔港什么时候会做起来？这好像谈好久了都还没有成型。那我们已经有跟吴政委来沟通希望这个风场在建制的时候，这个运尾码头也同时来建制。刚刚我们的陈总干事有提到，这个彰化渔港做起来，这个要定调这个渔港到底是谁用？请问县长，这渔港将来是要专门修给这个风电的业者来做组装维修的码头，还是它在本质上仍然当作我们彰化唯一的深水港，渔民可以利用？不用都等，像现在都是不管是温子码头或者是什么沙仑码头，都是后潮港，这只能看潮汐的涨退才能出船。将来我们彰化渔港是一个深水港，这个渔港也可以归我们渔民使用，它就可以随时出船去捕鱼。那有这个渔港存在在那边，也证明我们的彰化渔业不会断，因为渔港跟渔民渔船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可以回应一下，渔港将来是这个有要留给我们渔民用吗？彰化渔港面积有50公顷，那北边的话，我们是归给彰化渔港彰化区渔会来经营，它是渔港的。那南边的话是运尾的一个码头维修的码头。那这个部分呢，因为中央我们有争取到25亿，是归我们彰化县政府的，是不是将来是用这个OT 的或者是用 BOT 的？这个我们彰化县政府会来跟这些外商来做规划。是，好，先谢谢县长。那黄镇长，我就要请教8月、9月的时候，我们县政府整个带团去到我们像枫叶大国，像英国、去加拿大，都去看了他们海面上的风机。你实际去看，又坐船又坐直升机去看。你在这个我们鹿港镇就是专门发展观光的小镇，你觉得这个海上广大的风场有这个观光潜力吗？那你也知道，我们鹿港过去就是港，有很多的这个渔民朋友。那渔民朋友，你刚刚听到那么多乡亲提到，他将来这个观光是有可能结合在一起的吗？你自己怎么看呢？跟我们乡亲分享一下。
因为刚才县长有提过，就是说有那么多风机在上面，在下面，然后鹿港又是一个文化的古都，游客非常的多。像去年我们统计有差不多874万人次来到我们鹿港，那又配合我们彰边那边有一些像玻璃博物馆、玻璃庙、断代博物馆之类的，我觉得。风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地方。除了历史建筑，你们在海上也有一个潜力点。那刚刚县长讲到这个彰化渔港，可能就会在我们鹿港北堤那边，对不对？鹿港北边。那这样的鹿港，我们有多了一个新的潜力点。请问我们镇上怎么来协助渔民？因为我们好奇是说，渔民的渔船，如果一般人也想上去，他要转型做观光，有没有可能来做渔船的体验，或者怎么样地方上可以来让渔民的这种文化转型可以更实际一点被做到？鹿港观光除了讲足多这个观光客想要来咱台湾，现在国外的也很多游客会来到我们鹿港。是。那像风电这个部分那如果现在我们要做渔港嘛，其实。我也是会担心渔民他未来的生活，但是据我所知，就是要装风机的人，他们也会有一笔很可观的回馈金，地方协助金啊，跟我们的渔会跟渔民这样来做，然后。事后还是要做一个协调，看要怎么去转型，这是很重要的。谢谢镇长。我们听完镇长跟县长的说明大概提到面对风机射下去以后对渔民直接产生的冲击，大家都有准备啦，至少有这个态度要去面对，而且也提到其实会有很多未来政策预算或者是资金的挹入，可以透过这笔广大的钱来好好想想转型怎么做。那我想请教一下洪一平洪秘书。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离岸风电是我们过去未来国家发展的能源主轴，所以这个离岸风机不会一做10年就收掉这可能是永续性的，要把绿电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们来想象，这么高大的一个离岸风机设在海上，一设要设多少年呢？其他的整个开发的进程是非常长的，都是原则上以20年为单位。首先呢，1到5年，像老师讲的要钻探要调查；1到2年就它施工装置塔筒安装风机在设海上变电站，到陆地在鹿港这边或者彰滨工业区也要来设置这个变电站，所以可能会产生对整个生态冲击最大的是在这边。然后等它已经可以都做好20年的时间，要运作发电，还有整个运维工程这一块，就跟我们的渔民朋友比较相关了你一设下去20年。我这里到底能不能捕鱼？可能像老师讲，学界都还在讨论怎么样把它具体实行化。反正这次20年就会受到影响。那还要说20年它服役完以后还有除役的问题。那除役完了，为了要继续发展绿电，又还会再查新的风机。所以这么长的进程来看，所以我想问我们的洪秘书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彰化的渔业会因为发展离岸风电就断了后路，没有生计了吗？它会渔业就断掉吗？还是你觉得彰化渔业仍然应该要永续下去，跟我们的绿电一样？刚我们渔民朋友也讲过，3海里以内是不能拖网的。对。但是我们的风场是设在3海里以外。对。3海里以外一设风场，他们又不能捕鱼。本来可以的，现在又不可以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方式，让他们能够来生存。讲白一点是淘汰，讲好一点是转型。对，不能淘汰它，因为他们的我刚刚有讲过，我们的这边的产值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渔场。刚刚都讲过是一个银章隆起。银章隆起这边的所有的几乎都南北的船都停到台中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渔港，它还是来彰化抓鱼的，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渔场。那这个渔场的话，我们这边的渔获量在我们的私底下的他们的捕获量是高的，尤其是我们拖网渔业。那当然是在流刺网的转型，我们有刚刚我们总干事还有理事长也提过大概包括我们县长也提过一些转型的想法，这都是非常好的。那以风机设下去要运转20年、30年这段期间，你有什么样想给政府或者是环评学者也可以有一个建议的呢？是，因为我们都用北海的例子来看这个事情是。事实上，北海当然很多学者会研究说有基渔效果，这是第一个。我讲一支钓的转型是，但是据我们现在彰化这边是沙岸。我们大概沙岸的我们去年做的那个车风塔，但是我们今年了解的时候，还在那个吹所谓的飘沙的一个情形，还是非常传奇的因为我们有做一些功过。OK。但是这个的话，
类似我们在住宅的，如果你住在土石流的地方，你会住在那里吗？我刚讲的记忆效果，我们可能要好好的去慎思，反向去想一下，可能不是北海的那个样子。所以你们实务经济学彰化的条件不一样。对，但是这个东西，我没有一个学者会说它是记忆的，包括英国，包括任何的学者，他只是说有这样的效果，但是怎样都不知道。先谢谢秘书，听了这么多乡亲的提问哈，我们发现彰化外海有彰化外海在地的条件，虽然它是风场最好的，最有潜力，不过在捕鱼业来讲的话，他们对于现在提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远景，好像没办法实际感受。那李老师，我想先请教哈，就你的知识了解，我们的彰化渔业会不会因为风机就断掉？我想哈是应该这么说了哈，就是说，如果大家充分配合哈，大家好好来研究这个问题哈，就是讲，阮每摆审查委员会哈，其实拢有提出这款的问题哈，是在质疑这些公司哈，那这些公司也都有做了一些回答，那我在这里哈特别要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在北部，在这个宜兰县。宜兰县过去的那个捕鱼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边有很多海豚，海猪啊，会去吃渔民的鱼，就是讲伊网聚集起来，海猪佫赶快会去甲吃，结果后来呢，我们跟这些渔民就说沟通请求以后告诉他说其实呢，你是不用去杀这些海豚的，你可以把这个海豚呢的闭这几的观光事业，那我很简单的说明一下所以就是把危机变成转机，对，在宜兰的头城北边一点有一个渔港叫做乌石港，乌石港在10年前的时阵。我看的是拢规片拢是迄个碎架渔船，拢是舢板的渔船，然后好像愈来愈无迄个生态结果转型变成说观光以后，它是一艘一艘的这种观光船盖出来了，然后每一艘观光船，伊若载人可以出去。伊就差不多收1000块。是我们听懂李老师的建议了哈。其实我们碰到这个问题，好像是走进死胡同。可是呢，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我们可以突破，所以重点在于转型。但是相信刚刚渔民朋友也讲，转型我也可以理解啊，但是转型怎么做，想要知道具体的方案。将来风电发展，这是支持我们整个全球的绿能趋势，很好。但是在我们在地，有没有可能风电、绿能的这种经济产值可以在我们在地发酵，不管是渔业或者是在地产业？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到几个问题哈。第一个，有没有可能把这种风电从这遥远的海上的这个动能，也可以拉到我们陆地上来，变成一个重要的转换？但是在讨论这个议题之前，我先请教我们在地也是很关心整个生态发展，这是我们的彰化医界联盟的理事长，在整个彰化地区来讲，我们过去受到台中火力发电厂也好，或者是云林的6轻麦寮，其实在地就是很研究说，我们怎么样让彰化的生活品质更好。对于这一次我们彰化县找到的替代能源，然后希望在地方上可以合作更好的情境下，你从你们环团的角度来观察，可以提出一些什么看法？那我们其实彰化很可怜这个北有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还有中龙发电厂，PM 2.5很高啊。PM 2.5还有南部有6轻，那所以我们的空气品质非常不好，那对我们民众的健康真的是很不好。但是我们当然是非常的希望能够离岸风电这边做起来。其实离岸风电不是只有发电业而已离岸风电其实还有一个是离岸风电的产业像葡萄牙发展陆上风电的时候，它的条件就是说，我的风电产业要起来，所以他们的一些零件工厂变成就起来的，所以它变成整个产业就起来。那其实还有一些海事工程方面，那是需要。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需要产官学合作。那我不知道我们政府是不是跟学界这边包括我们的学校，对不对？是不是也要这个系所这边的话要加强？那政府要去补助它。那其他产业，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中钢、中油，对不对？都要转型过来这边帮忙。那这样才有力量。那还有一些绿色的金融。那金融方面，我看很多
我们这个离岸风电都是国外来的资金啊，那我们自己资金都退却，对不对？都不用，那以后都是别人在控股，是啊，所以这方面的话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风电是不稳定的哦，风电是不稳定的，所以你要取代火力发电厂，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还有一段路。对，所以这个要储能方面也要做。是。那如果说我们彰化这边未来也是一个储能的一个基地的话，就是一个光基地的话，那可以带动我们的整个彰化的繁荣。所以其实风电离岸风电产业的话，其实还有很多附带的东西。是啊，所以的话，我希望说我们不是只有拿它的一些税金而已，应该还有带动的整个产业，让我们整个彰化整个鹿港这边的话，像我们鹿港那个三滨工业区这边也都能够带动起来。是，谢谢蔡理事长。所以我们除了在提供良好风场这个条件给招商之外呢，其实我们本身的这个基础设施也要追上来哈。那相关的研发或者作为产业链的一环，这样子才可以带到每个行业都可以好起来。你地图你下重返为好好的发展，了解离岸风田。我们知道这总共呢有13个这个航道外的这个风场，现在有5大的这个全球厂商都在这边插旗准备要做。那像就是外商投资嘛，它设立了这个海上风机之后，将来我们政府会这个趸购嘛，1度电大概6块7块跟他买，所以呢厂商呢他设的机组就赚了这个钱回去填补它的成本。所以刚刚相信我们提到，那会不会就是外国的厂商在这里装风机，然后卖电，然后赚钱？我们国内的呢，怎么样来相关的整体带动？这个问题我要请教我们的魏县长哈。那风机我们知道这么大，那我知道我们彰化中部是精密工业的重镇啊，所以这个精密机械也好，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研发产能也好，我们知道风机这么大，它那个水下的设施，听厂商讲，一个可能像那个塔筒，可能都要100多公吨，它这样舟车劳顿的从英国运来，这也不合成本吧？所以如果我们自己的国内能够产生绿电的相关整个产业链，我们刚刚相信朋友提到了很多的零组件，我们可以自己生产，我们自己提供，这个风电大饼的钱我们也可以自己赚，然后呢，再把这些钱不只是税金了，我们企图更大。可以好到整个各行各业，甚至在渔民的整个转型都可以带动起来。这个县长有在想过这部分可以怎么做吗？我们这个海下的一个工程啊，就是交给高雄的新达港。那塔筒的重建的就是交给这个台中港。那盖好了以后，一些零组件啊、运输人员的维修，就交给我们彰化渔港这个应尾的码头，所以是有分工的。那我们叶片的部分啊，以及一些零件的部分啊，我们是有在规划在彰滨工业区，也就是我们彰化渔港的下方的那将近有200公顷的这个一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维修的一个基地哈。那除了这样以外，其实我们希望说这个产业链能够根留在我们中部。那除了这样以外，其实我们也跟一些大学来合作，产官学的合作，像有些厂商直接去找我们当地的大学，像建国大学，有些找大爱大学，有些找这个彰师大哈。我们希望说这个人才能够在地来培养。那我们一个风机啊，可以提供18个就业机会。18个。那1000只就提供18000多个就业机会。那每一个就业机会，他的所得是从6万到12万，看他负责的是哪一个零组件的哈。所以这个待遇也是蛮高的哈。所以我们这个整个产业链、整个人才培训，我们彰化县政府都有跟这些外商，甚至于我们台电的本土商，我们都有做这样的一个产学的合作。所以我们放眼未来有一种宏图展翅的期许，是希望我们彰化可以变成全台湾第一个绿能自主能源的县市如果我们这个离岸风电整个发展起来，我们的运尾码头显然就是我们彰化在地将来百工各业可能会跟着水涨船高的一个基础。所以也扣回到我们彰化地区这种历史产业非常悠久的渔业渔民。他们要提到这个渔港也是他们未来生死的这个关键所以我们最后也再来请我们的监事
那从这个渔会的角度，对于将来这个彰化渔港在盖哈，将来也可以，我们也有使用权。希望这个渔港可以起到什么样的功能？现在讲到一个最大的转型，就是有没有可能把这个观光化放到我们传统的渔业上，来延续我们渔民朋友的这个渔业生命，不只是抓鱼卖鱼来吃饭的哈，来透过渔船的转型，搭配我们的绿能资源，来走新的路，渔民可能也不用风吹日晒这么辛苦。风力发电一定需要那个运维嘛，是没错啊，所以假使这样的话，那就请那个县政府还有中央啊，赶快把那个运维码头那一方面赶快把它建立起来嘛，才能够谈到以后渔民怎么去转型了，怎么是，不然的话就是空头讲白话嘛。先看到个里程碑哈。对啊，没有办法，是光讲的，那没有运维码头。又有什么船不能靠嘛？就是这样。是，谢谢监事。那我们渔会还有我们渔业的朋友们，还有没有什么相关代表要再把最后问题提整一下？彰化渔港我最在意，因为我们的渔民在这边，因吼每一次感觉人讲这个彰化渔港到底做为起的？以目前十几亿的工程，只彰化渔港完成1/3。然后现在中央包括渔业署他们都不作为，因为渔业署真的吓到了啦。以前在兴达港盖一个兴达渔港，变成蚊子港，所以说有人要接手，伊即马要赶紧给人，所以说他不看好彰化渔港，但是彰化渔港又是内委渔港，你渔业署不支持的话，那个能源局这边他也没有辙，也没有办法，所以说中央政府如果没有一条边来贯彻的话，渔港真的我看到109年渔港初期要开港营运也没有办法，不要说。运维码头真的不可能。好，我们谢谢总干事做最后的结论哈。在地的里长哈，来也针对我们今天议题做一个回应。大家好，咱的这个工课一定要计划好足好的、足周全的，较来处理。一寡对咱的这个渔民会当按怎甲因辅导，按怎互因有用的，当然后日的迄个争议就会少。这点足重要的。这个咱嘛希望讲，咱的利人会当讲来甲完成咱这个合适，咱跩来卖用，这是上好的啦。是。好讨论到了下吼，大家讨论除了有一个台题甲强势，支持绿田发展再生能源，不过在提供嘅所有嘅产业也好，演出嘅培训也好，妇女嘅专业嘅转型也奉献都系会好好讨论。最后我也请教李教授，其实在现场开讲很难能可贵，就是直接听到在地第一线渔民的声音。那这些其实，在我们的整体研究来讲，不会棘手，只是需要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还有整个环评的过程，学者们都要再有更公开的资讯，然后更多的研究来让乡亲朋友更理解，而且他们具体的配套也是渔民乡亲所关心的。今天的村民台会应该会讲，高雄应该回应。我们当初有跟他提议说，第一期、第二期，互你外国来争不要紧，你第三期得要咱家己争，但是我们现实的问题碰到了，我们台湾到目前了。还没有装那个风车的那个工作船，然后这个工作船呢，一架差不多定义差不多航空母赶快遐大架，所以这其实是咱的问题那个第二个问题啊，拄啊有人真侪人咧讲讲陆地上未来要装这种叫做变电所或者是叫做电网都可以我要甲大家解说就是讲。未来新的变电所，唔是像咱即摆想的讲，咱发电了，就送去迄个高压电塔，就送出去外口，唔是。咱的迄电风力发电的电呢，咱会当储存，咱会当改变伊的用途。讲后边迄个电动汽车需要氢能电池，咱会当来做迄款的迄个。所以我是感觉讲因为这新的国外的技术。你讲交一粒学费，做咱后边的基础也好。是，所以我们彰化外海仍然有很高的潜力。那这种开发案也是对未来永续是有帮助的。永续是有发展。是，非常谢谢李教授。那最后魏县长，首先请你再一次回应我们的乡亲。显然渔民朋友需要更进一步，然后更具体的沟通会也好，说明会也好，针对他们提出来的诉求，可能每一个相关的配套都要更具体的出来。
这个离岸风力的建制影响最大的就是渔民的生活。这个彰化县政府一定是知道的。那我们除了跟中央要求说这个渔业署这个补偿的机制要赶快把它订定出来，那除了订定出来以外，其实还是优先要跟渔民来沟通。那这些外商来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们讲，你们要跟渔民来沟通，因为你们来这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就是来赚钱，掠夺我们的资源呢。那既然掠夺我们的资源的话，你就是要有一个补偿的机制。当然，你还是要一个回馈的机制，还有缴税的一个机制。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些技术都能够来辅佐我们在地的一个产业，包括我们人才的训练，也都是由我们彰化县的子弟，或者是我们台湾的子弟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绿能的政策，我们除了说鼎力支持以外，其实对渔民的损失渔民的影响是最大的。除了说我们生态影响以外，对渔民的权益，我们彰化县政府还是会站在渔民这一边的。所以往后仍然要继续沟通。那这个渔港的保卫战也要向中央那边要好好的来尽力的争取。当然，渔港的经费因为这是在开发彰滨工业区的时候中央政府给我们的承诺就是要盖一个50公顷的渔港。那现在渔会只要一半，那一半要作为其他功能的使用。那我们现在刚好要作为运维港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希望说中央能够给我们继续这样的一个承诺，尽速给我们机会。我们希望把这个彰化渔港不仅是一个运维的码头，一个渔港，其实也是一个观光的，甚至于说游艇的一个码头，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码头。非常感谢冉总，还有感谢你家李教授谈到一下。当然，老五名朋友记得甲问题会家己还持续来讨论不过大家的课程度其实个流呢是为了个方向，大家用个变度。紧来紧好，你系大家做得好好讨论，唔系做唔到的，是需要时间，大家用心来讲。好，你系出面台会来到中法嘅陆讲，关于了解离岸风电嘅快讲，感谢大家收看，你再会了，谢谢大家。